兄弟姊妹平安。哇！伫礼拜早起时，咱搁会当转来到上帝圣殿来敬拜主，哇，是真正真好啊！咱去哩来甲5个人讲，看到你真好啊，看到你真好，看到你真好，平安，看到你真好，看到你真好，哎呀，看到你真好，哇，真好诶，看到你真好啊，平安平安，看到你真好，平安。看到你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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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呀你，看到你真好，看到你甲我真好啊！啊，看到你真好啊！宜兰人国真好哈！兄弟姊妹，来哦，咱看到彼此真好，总是咱有更较好的，看到上帝。更较好哈！感谢主，主伫咱的中间，咱要用这首歌来敬拜咱的主，因为咱的主是永远拢甲咱伫地哦，不管咱拄着什么境遇，哈，伊拢甲咱伫地，甲咱伫地就是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主甲咱同在。咱要来用这首歌来敬拜咱的主，请。以马内利。感谢咱的主，因为应允咱，伊要甲咱伫地，伊的话语搁真搁活，咱来读上帝话，请。歹人写书表示上帝，心内讲，你无要分救，你已经看见，因为恶毒怨毒，你拢监察，要用你的手报应，无意外的人将本身交代你。你是帮赞无白的囝儿，耶和华谦卑的人的心愿，你已经听去。你要明白因的心，你要按耳孔来听。我将你的话语放伫我的心内，免得我得罪你。兄弟姊妹，咱来学罗这位主，甲咱伫地的主，当然。咱犯罪偏离上帝时阵，伊嘛甲咱伫地，所以伊拢知。所以好，兄弟姊妹，咱来到主的面前，伊是信是咱来认咱的罪，上帝要赦免咱的过失，咱开嘴来到主的面前，好胆来学乐来认罪，请。哈利路亚，主，阮感谢你，你是创造阮的主，你要赏赐互阮的主，总是主阮人。人真软弱，主啊，总是阮人真济时阵，阮得罪着你，主恳求你来赦免，主因为你是信实的主，主啊，你要赦免阮一切的不义，赦免阮的罪，撸去阮一切不义，主，阮感谢你，主因为你为阮付出代价，主你互阮的罪孽得到赦免，主阮感谢你，哈利路亚，主阮感谢你，你赏赐互阮有今仔日的开始，主啊，互阮会当平安对厝来到这个所在，阮要来敬拜阿罗你。主，阮搁一遍知，主你是主爱，你是怜悯。
主啊，你是有下罪之恩的，要互人知影，主你就是主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你甲阮伫底，你真知影阮，你知阮得罪了你。主，你听见阮伫你的面前来认罪。主，互阮会当重新开始。感谢你继续带领阮头前行稳定的路。主，你无弃杀阮，阮感谢阿罗你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请坐，咱要为着咱的国家城市来祈祷，咱来看上帝予咱的应允，请耶和华，我靠你，求你予我永远无见效，照你的公义拯救我，求你耳康听我，紧紧来救我，做我坚固的石盘。做拯救我的位所，因为你是我的山岩，你我的山寨，所以求你，因为你的名来引导我，亲近我。人暗前张罗网要网我，求你救我脱离，因为你是我的位所，因为我所属所服侍的上帝。伊的天使昨暝徛伫我身边讲：保罗，毋免惊，你的确着我伫该撒的面前，看上帝用存来的人，拢总相信你。兄弟姊妹，是啊，咱的主甲咱伫底，这华语讲，甲咱同存的人，拢要得着相信。咱伫这个国家，上帝嘛赏赐咱的城市，因为咱是我靠主的人。换句话讲，就是主伫咱人生中的船长、船上，有主伫咱的船内，咱就毋免惊。有大雨、有大影，咱嘛毋免惊，因为主要保护、保守咱，总是咱爱负起咱的责任，来为咱的这个所在来祈祷，请咱。为着咱的城市国家来开嘴祈祷，请哈利路亚！主，阮感谢你，你是大权能的主。主啊，你互这个的所在叫做福尔摩沙，主啊，就是一个受祝福美丽的宝岛。主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来竞选阮。主啊，伫400年前久，主你透过荷兰人，主啊，就是主你家己的子民。主啊，你互伊上选过输伫这个所在，虽然这400年中间，主有真济时阵人看做。已经无希望啊！台湾无希望啊！总是主，你是予人有望的主。阮感谢你，阮为着主，阮要选举，主恳求你亲身来竞选，下主你心意的主，阮感谢你。哈利路亚！主，阮感谢你，你来掌管。主啊，主恳求你来掌管，特别是这块土地，主你所定着要祝福的所在。主，阮恳求你，予阮成做你的囝儿。阮就爱起来，勇敢举起阮的手来祈祷，为着这块土地，为着这块土地的人民，主，阮真正得罪着了你。拍开阮的电视，拍开手机啊，主啊，阮看见这块土地需要福音，主恳求你怜悯扶持。嘛，互阮是你的囝儿，举起阮的手，为这个土地来祈祷，人民会当来回转，来归于你。主恳求你带领阮，阮来恳求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继续，咱要为着咱的需要，上帝看顾咱的各种的需要，伊拢要来扶持带领咱，互咱有教育的稳定。咱三甲来读上帝话的，请我的心嘛。你着学乐耶和华，毋通要去伊一切的恩惠，伊赦免你拢总的罪，伊好你拢总的病，伊救赎你的性命，脱离死亡，用仁爱甲慈悲做你的冕旒，用好意祝你的心愿，互你得到少年亲像鹰鸟。兄弟姊妹。上帝关心你各方面，哪几方面？咱家己拣。哪一方面？咱这个时阵上烦恼。哪一方面困扰咱？
上帝第一你，上帝在乎，上帝也要保护，上帝要保护、保守你。兄弟姊妹，你若是有需要咱的同工甲你斗阵来祈祷的，等一下，请你会当起立。你若是感觉我歹势，有重要原因我无法度徛起来，你嘛会使甲你的手放伫你需要来倒的所在，咱就要斗阵来祈祷。咱的同工穿紫色的，好，咱来起来。伊会到你的面前，你甲你的困扰，甲因讲，来，兄弟姊妹，请你勇敢地当起来，有咱的同工为你来祈祷，来，兄弟姊妹，咱来开嘴来向主来求吧，哈利路亚，主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主你知，主啊，主你知你的囝儿，主心内，主啊，阮的身躯，主阮所拄着的问题，主你拢知，主啊，你毋是干那知尔。主，你要出手你的圣手，主，你要来引带扶持，主，你要来安慰，主，你要来成做阮万关灵的主，主，阮感谢阿罗你，主啊，主，阮奉靠主你的名，主，阮要来祝福阮身躯边的人，主啊，祝福阮家己，因为主你第一位，主，阮无啥物难处是主你无法度解决的，主啊，阮感谢阿罗你，哈利路亚，主，阮恳求你，主啊，恳求你这个时。主你信降临伫阮的心情，主啊，阮来宣告主你的名，主阮感谢你，主啊，阮用信心来宣告，靠主你的名，主阮将一切的烦恼，阮一切的病痛，阮一切的困难，交代伫主你的手中，恳求主你圣手扶持，主你应允阮，你的圣手无离开阮，主你真做阮的保护，真做阮的帮助。阮感谢你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继续，咱要为着今仔日的主日要来守望来祈祷。咱来看上帝互咱的话语，请。你是行神事的上帝，你捌伫万百姓的中间显明你的权能，你捌用你的手赎回你的百姓，就是雅各甲约瑟的子孙。兄弟姊妹，咱要为着咱个人甲上帝关系。嘛要为着昨甲今仔日核心的同工退休会伫下晡咱要阁继续，以及松大书法国画展会当顺利求主来掌管。特别嘛，为着咱的集体第八区田厝宇长老伊所带领的三个小组长秀凤姐、厝宇长老美英，以及因将来伫明年要继续的时间，保守因伫主理的内面日日来经验着主你是行新约基督的主，好无？咱请起立，咱要斗阵，来到主的面前，咱要开声来祈祷，请哈利路亚！主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伫主日是你所定着的，你分别做事，阮分别做事，来到主你的面前，主，我们恳求你，主啊，恳求你，你的性情伫这个所在来运行，主你来开每一个人的心，主啊，你互每一个人，主啊，专心来来敬拜阿罗你，主恳求你伫今仔日中间，主啊，互阮搁一遍，要来用主你的主祷文，阮要安尼来祈祷讲，阮伫你的杯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时今仔日，互阮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，无伫带阮入试，又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所以，恁既然接纳主耶稣基督，就着照安尼点伫伊来行，已经定根伫伊，就直直受起造，对神来坚固。照恁所捌受的教示，满满感谢。兄弟平安，平安。咱即是要用欢喜的心，自执伫主的施恩宝座前，要来学罗咱的主上帝。咱当自执，咱当自执，宝座前敬拜，是个主你甲阮同在。每一日你拢想思高雅的未来，你带我行信心的山路，顺境而来。
圣洁主你甲我同在，每一日你拢受赐高野的美乐，你带行信心的山坡，顺境而路，逆境而路，你安排路途条条，微微差错，顺境而路。咱行的路，咱踏出一日日嘛，各自前行吧。圣洁主你甲阮同在，咱用欢喜的心来唱歌。每一日你拢受赐高野的美乐，你带我行信心的山坡，顺境而路，逆境而路。安排阮当听着，微微差错，顺境而路，逆境而路，我欢喜顺当行天路。咱踏出一日日，各自前行吧，圣洁主你甲阮同在，每一日你拢受赐高野的美乐。我行信心的山坡，顺境而路，顺境而路，逆境而路，你安排阮当听着，微微差错，顺境而路，逆境而路，我欢喜顺当行天路，顺境而路，顺境而路，逆境而路。安排阮当听着，微微差错，顺境而路，逆境而路，我欢喜顺当行天路，我欢喜顺当，我欢喜顺当行天路，我欢喜顺当，我欢喜顺当行天路。哈利路亚！咱将一切应邀归予咱的主上帝。请坐，请坐。咱感谢主，互咱会当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。主伊的赏赐是极大的，伊互咱有听甲盼望。咱就爱将这个听来报扬，互更较侪人来知，互世人拢会当来归向伊。咱要高举主的圣名。你是阮宝座前，恩你献上我感谢。你为着我的罪，定是伫世界，流出你宝血，为我主我拿来到，你是阮宝座前。你献上我感谢，你对是你可我，也过世是关系，受赐我活命，主我要高歌你生命，伟大的高爷爷。受赐奇妙的领导，要每次好世间的人，主我要高举你生命，对他的高爷爷弯弯，主我要学了你。我要敬拜你。
你献上我感谢，你对心的讲话，也过心是关水，受赐我活命。主我要搁鼓励生命，为他的高永永远远，你手赐奇妙的听答，每每赐福世间的人，主我要搁鼓励生命。为他的高永永远远，主我要学落你，主我要敬拜你，为他高永远。咱举起咱的双手，做伙来讲。主我要搁鼓励生命，对他的高永永远远，你手赐奇妙的听答，每每赐福世间的人，主我要搁鼓励生命，对他的高永永远远，主我要学落你，主我要敬拜你，对他高永远，主我要学落你，主我要学落你，主我要敬拜你，对他高永远。咱感谢主，因为伊是听，咱就要永远来唱出伊的听，互世间的人拢知。永远唱的歌。亲像早起茫茫的雾，亲像云伫空中飞，亲像寒天绵绵的水，亲像深夜的天星，亲像四季鸟是轮转，亲像草面的露水，亲像这花茫茫的线，生命快快就过去。亲像这花失去生命就过去，咱生命亲像往雾，也亲像一场梦。哦，咱的一生真快就要那魂然消失，总是咱通分享平安，三个人永无三年。一首永远唱的歌就是听。亲像秋天落叶飞去，亲像清早的灿烂，亲像雨来的笑声真快，吹碎我消息。亲像山谷来的回音，亲像海上的波浪，当咱生命完全过去，假使咱有永远我。当咱生命过去，假使有永远，咱生命亲像往雾，也亲像一场梦。哦，咱的一生真快，就要那魂然消失，总是咱通分享。
是，都是咱大我有平安，三界连日无三日，修永远就会我就是行。总是咱人分享，总是咱人分享平安，三界连日无三日，修永远就会我就是行。这首永远唱的歌就是这首永远唱的歌就是亲爱的主，你是听，你降生伫伯利恒，你进入伫人群的中间，看见人的苦难，看见人的重担，你对人呼召讲：既然劳苦担重担的会当到伫我遮，我就要互恁得到安息。主，你的应允就是互阮会当伫你内面有平安、有安息、有永活的盼望。感谢主，透过礼拜，透过俄乐敬拜，恳求你的宝座设立，恳求你天顶的门对敬畏你的人拍开，将你的救恩、将你的祝福、将你的医治、将你的平安、将你的同在，就守住伫这个时，伫阮的心内，互阮不但领受，也成做你施恩赐福的管道。开阮的心窍，阮明白你的真理，因为真理会通叫阮得到自由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请咱做伙来吟诗，圣诗第5首，真主上帝造天地，请起立吟全首。真主上帝造天地，月光月暗无人话，伊当作日当暝，是正阿弥讲道义。上帝自身叫健康，无必情人赐福乐。这世界因拢妥妥，阿弥照比真错。主的公我看无比，只求怜阮拢免死。耶稣爱大角色，诚实敬拜到上帝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赐福主爱的上帝，伫伊所享受的平安内面，阮搁一摆自集伫圣殿，学到你的圣名，感谢你满满的恩典。阮的心情要军队圣神的引带，伫基督内面一齐来敬拜上帝。求你，互阮会当成做真正听主的人，将你的教示藏伫心内，行伫所做，来结出仁义的果子，将荣耀颂赞归予天人的爸。当阮高举你的名，就会得平安；称谢你的恩，就会有喜乐。也要有大样的恩典充满，互阮伫你的丰盛内面无欠缺，无剩。求主赐福阮较所在的所在，拢留落福音美好的脚业，互人看见你的应允成就，见证你满足的恩典。阮欢喜快乐接受你的采用，照着你的心意，真侪得福合用的结果。
检察有时阵，阮遭受艰苦事的压制、批判，直到烦恼郁卒。恳求圣神提醒阮，无互负面的情绪来ทั入心思，无互苦痛消磨黄茫。为尽力听调你的话语，我靠听阮的爸，伫祈祷内面得到安慰，来放落镜头的重担。因为捌落英文讲，佮照以阳光的气力，用逐样的关联，互恁有关联，直到恁凡事欢喜吞润繁荣。主上帝伫你的带领保守下面，昨日退休会中间，阮为着2020年教会事工计划甲医生的协调讨论，已经顺时完成。阮向你献上感恩，也求主看顾未来事工的推动，悠然顺利，无欠缺，通我上帝的名得荣耀，众人得利益。塑造日本主日下昼也有同工训练的课程，恳求圣神催促所有的同工准备心来接受装备。另外，对这礼拜开始有双年大学的书法甲国画的展览，求主掌权祝福这个活动顺利成功。同时，我们要为着关怀系统第8区，也就是15、16、17小组，祈求上帝圣书区长田卓如长老、小组长谢秀芳执事、黄美英执事，互因拢有行无先、走无野的气力、热情服侍，也激励组员热烈欢喜参加小组聚会，灵命来得到成长。特别帮助因伫12月29福音餐会所设定的对象，拢愿意回应邀请，准时参加，来彼此建立美好的关系。求主听阮的恳求，互阮伫你的荣耀中得到能力，也伫感谢中间来领受祝福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谢谢。谢谢。这是咱要做伙来启应，启应文第25篇，也就是诗篇103篇。我的心神啊，就称赞上主。就用全部的心神学乐伊的圣名。我的心神啊，就称赞上主。毋通袂记得伊一切恩惠。伊赦免你拢总的罪。伊好你一切病。伊叫你脱离死亡的陷阱。用主爱做花冠赐你。伊用逐款好物，互你一世人满足。互你福百世人。就应照永做，上主施行公义，伊为着一切受压制的人伸冤。上主有慈悲有仁爱，无法受气，有丰盛的慈爱。伊袂久长责备，袂永远抗受气。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，嘛袂照咱的罪孽报应咱。天离开地有偌远？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嘛遐尼大。东离开西有偌远？伊互咱的罪过离开咱嘛遐尼。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？上主嘛会安尼疼惜敬畏伊的人。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。伊记得咱不过是土粉。人咧，因的性命亲像草。因亲像野花生长无成，风一个吹就消失，无人会阁看到。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。伊用公义对待因的行行顺顺，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，忠实遵行伊改变人。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，伊的主权普及万有。有大权能的天使听叹上帝的话，执行伊命令的使者，大声，恁拢着称赞上主。所有的天君执行伊旨意的切使啊！恁拢着称赞上主。
第一掌管逐所在所有被造物啊，称赞上主。做声。我我的心神啊，就称赞上主。线车要请长笛团来献诗，所要献的诗歌是《俄罗我主圣名》。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旧约圣经尼希米记9章1到8节，别于圣经伫旧约第545页，其他版本的页数请看原无。尼希米记9章第1节。这个24日，以色列人自集禁食，穿麻衫，三喜夫。以色列的后裔就甲一切外邦人隔开。徛咧认家己的罪恶，甲因列祖的罪过。因徛伫因的所在，用迄日的时间1/4读耶和华因上帝律法的册，佮用时间的1/4认罪敬拜耶和华因的上帝。耶稣啊8年，甲灭是8年，布年是入比8年。今仔年徛伫利未人的台顶，大声求救耶和华因的上帝。利未人耶稣啊，甲灭8年，合3年，
是入比乌地亚18年，比他鱼仔讲：恁着徛起来学乐耶和华恁的上帝，对永远到永远。耶和华，你阳光的名是应该学乐的，盘价一切的称呼学乐。你独独你是耶和华，你创造天甲遮的天的天，甲天顶的万军，地甲地上的万物，海甲海中的万物，这一切拢是你所保存的。天君也敬拜你，耶和华，你是上帝，捌拣选亚伯兰，带伊出迦勒底的儿女，抢赐伊名叫亚伯拉罕。你看伊的心尽忠伫伊的面前，就甲伊立约，永远将迦南人、赫人、阿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亚布斯人、吉甲撒人的地，互伊的后裔，佮有应验你的话，因为你是公义的。以上，这是请本堂老应验牧师来讲到题目是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。牧师、兄弟姊妹平安，真感谢上帝，咱本来是罪该万死的人，咱本来是罪该万死的人，总是祝福咱永远拢有搁一遍的机会，因为伊的疼痛，互咱会当罪该万死。开始的是罪该万死，哇，这样真困难嘞！总是一句话，就是咱要来到主的面前来感谢阿罗上帝。今仔日咱的经文咱看去，对尼希米，哇，咱对第1章一直读到第7章的时阵，城市起好啊！起好了后要创啥？安稳翘脚练喙手吗？哦，总是毋是咯。伫第8章开始，咱就看见一个人已经下台。咱常常咧讲啦，哈，上台很重要，对不对？但下台呢，落台搁较安那，要有智慧啦，是吗？哈，所以咱看到尼希米，伊即马开始已经真有智慧落台哦，哈，啥物人起来？所谓的即个宗教改革，带人来到主的面前的以斯拉，伊开始伫第8章开始用安那圣经教导大家，所以咱就有一篇应验牧师讲，经常喜乐。吼，咱会当读经，咱会当透过上帝话语，咱会当有喜乐。接落去，有牧师讲，咱爱经常纪念经常纪念，就是圣经有讲，甲咱讲安那。咱就爱定定来纪念节期，所以前一遍就讲到祝棚节，即大饼节吼，大了节大了节吼。你透过节期中间，搁一遍来想思想上帝的恩典。是啊，咱的主就是安那，爱咱定定，毋是干那看圣经尔，毋是读经尔，爱咱定定欢喜来庆祝。总是今仔的经文，真紧哈！今仔经文一开始讲24日，咱敢知大饼仔节、大寮仔节大寮仔节吼，21号才结束哦。今仔日随几日尔？3天尔，今仔几日？今仔经文读啥呐？20，哇，这个哪会？这差遮济吼，今仔日一开始就讲禁食穿满衫，安那三恢夫代表领导安那，迄是马人的话吼，有安那松树，哪会差遮济吼？心情差遮济，念伊哭念伊笑，安尼即个意思啦。哦，因为读了圣经，感觉哇，我得罪上帝啊！主啊，恳求你来下令愿。是啊，人生真济时阵嘛是安尼。伫当礼拜拜二，是拜二啊？对啊。咱知咱台湾队啊呐，去互人看啊呐。台湾队的即个野球吼，要去比赛时阵，人拢看咱安那，真衰啊，看衰咱啊，甚至甲咱看做安那无板啊，甲咱看做安那小小啊，看做你这花花衣袖，莫插伊啊。手语听讲安尼就是莫插伊啊吼，所以袂使乌白安尼比哈。结果咱啊啦，迄人还是明星级的，结果咱啊啦，
哇，完封哎，几比几？完全的数字，完全的胜利，完全胜利。结果这个人竟然哭了念笑念哭啊，是啥物代志？就是本来感觉感觉迄个心情送温暖我可能袂赢啦，我可能总是我本来是无资格，总是我得到上帝恩典这就是这个时阵尼希米因的心情兄弟姊妹，上帝要叫咱来过节，毋是干那叫咱读圣经，咱无偌久，咱嘛要啥物节？圣诞节咱已经开始对无遮赞遮赞是偌赞，都遮赞你就24后礼拜下晡来你就知，阁有较紧的楼骹招楼顶招楼骹啥物？反正就是招来就对，去咱的粉丝网按什么赞？咱拢总几个？你若要按你就爱饲几个？31个，31个拢甲饲。你饲的时阵，你就看到3个人，迄上赞的你饲2个，饲2个就代表就无就无迄3个可能是啥？游牧师、音乐牧师、事前传道这在听讲安尼在讲白啦。阮3个是咧毋是志在得奖，阮是志在啥？参加斗欧宴的啦，你了解无兄弟姊妹，咱的青年，咱足济头一遍来到咱教会316嘛有参加而且伊316结束了，伊随就来咱做6礼拜虽然这礼拜伊拢咧日本咧看野球，哪会时间遮济该学饲赞好无？互因后礼拜遮的福音的朋友，拢会当来到咱中间，搁一遍会当伫上帝面前、众人的面前来讲出伫即个所在，因感觉受到接纳搁有接落来就是29号，来就是福星啦，所以你一定想要互伊做福星呢，要祝福伊的，你就爱招伊来。12月29，这是上帝心意，爱咱爱咱定定嘛来庆祝，定定嘛来过节，亲像上帝互以色列因一样。咱伫过节中间，咱会当想到上帝恩典，讲我本来是罪该万死的人啦，我死100遍10000遍。都阁无够，总是上帝恩典悠远。华语讲仍然伫咱第9章是一个真长的祈祷，今仔日敢若读头前几节，第1轮尔，伊拢总有几落轮。伊第1轮是对亚伯拉罕迄个时阵开始来算数上帝恩典，哇！不管咱啥物情况，上帝仍然。即使我们罪该万死，咱罪该万死，上帝仍然爱，上帝永远对天顶听见咱的祈祷。这就是第9章这个祈祷，是咱的主咒，是互咱永远有搁一遍开始的机会。所以，迄个时代的人，咱即马嘛同款，咱的礼拜嘛是同款，咱不断的学了上帝，因为伊付出代价替咱死啦。简单讲就是，咱欠钱，上帝来替咱还。互咱有机会，搁一遍开始，因为咱的主是拣选咱，互咱会当有救赎的人，互咱咧喊主啊主啊救我，会当得到救的人。伫第9章就是即个，敢若是轮唱然后一边咧先唱，另外后边搁唱，搁一边搁先唱，安尼该做伙祈祷对唱。即第9章就是一边来学了咱的主，然后咱是。大权能的主，是有赦罪之恩的主，是公义，是信实的主，是慈爱，是稳定教养咱用的主。一边讲主啊，我得罪着你我掠家己罪孽主啊，我实在是袂堪对，总是主恳求你来救我。主啊，因为你听的缘故，主你互我有教养，是恩典有教养，这是上帝的恩典。咱有真济时阵。咱看家己无，咱看家己软正，总是咱的主要安那来引带咱。早就甲咱放伫伊心内，互咱的筋骨会当臃肿，互咱即个性命亲像一个园，即个园是有真肥沃的土地，互咱亲像有水流过咱一个真打扫的心灵。
是啦，不管咱是安怎的人，人生真短。人生有成功的时阵，有失败的时阵。阮成长老教我一句话，我永远会记的：摇摆无。兄弟姊妹，不管咱是摇摆还是落魄，总是主拢要甲咱伫地。咱罪该万死，总是主要管教咱，互咱知影罪较紧转来。咱知影罪，咱就较紧转来甲主。上帝，你赦免我实在是得罪着你。咱顶礼拜陈凯牧师、亚萨拉牧师才甲咱讲，大必安那这么老的人，总是伊老来愈啥物？是啦，就害溜去啊，借刀杀人。我袂啦，我也袂啊，我上忠心的啊。我甲每一个人共款，我专一啊，我袂，我拢袂。所以我无这个罪，兄弟姊妹，你知无？有一个人，伊的囡仔掠去关监狱内面，伊敢若即个囡仔，伊为着伊的囡仔，真心来共，可总是有望伊的囡仔满意就要转来啊。所以伊就开始有一块地，会当回到乡下，会当来到转到厝，上无更生人就困难，对无？上无嘛，还有这块地通好骨，通好来种，通好来食。所以这老爸真疼囡仔，写一张批去监狱，互伊的囡仔讲：我知明年你要转来，你好好啊，伫个内面，我要开始安那，甲即块地来整理，互即块地互伊软，互伊开始真做会当建做，所以你免烦恼。即个囡仔收到因老爸批，心内真安那感动啊！我是罪该万死的人，这总是我的老爸啥啦，伊的听永远无改变。伊也是这样听我的囝，我的某拢早就已经离开我干那即个老爸，即个老爸疼我。即个囡仔流目屎，写一张批互伊，总是爱面对现实。伊甲伊的爸爸讲：爸爸，请你唔通去掘迄块地，唔通。这因爸爸是毋是安那？伊讲我有内面藏啥物尸体，因我还阁有别个案子还未发生，还阁下较足侪尸体伫内面，所以你千万唔通去动迄块土地。批寄去了，1个月以后，哇！你知无？迄块地拢已经互人安那翻过啊？什么人来翻？调查局警察，拢足个翻了后，因爸爸写一张批讲足奇怪，警察哪会来翻地？因是创啥讲？爸爸，我唯一会当为你做的，就是这警察去帮你处理。兄弟姊妹。咱感觉好笑，感觉这人有智慧无？有，总是这是得罪上帝，因为代表是借刀杀人，这个人是借啥物？这警察帮助他爸爸。兄弟姊妹，咱安尼也是得罪主。咱是毋是有足济时阵叫是咱真熬？别人想无的技巧，其实不是。只有神的话，只有上帝话会当讲就讲，咱甲大比嘛差不多啦，差不多啦。上帝若要救赎咱的罪，咱他会有法度抵挡，怎么能承受？是因为上帝伊是疼，伊要赦免咱的罪，互囝若求叫伊的，伊要赦免人，互人有重生的机会，重生的机会，互咱搁一遍新的开始，总是咱咱有头前要行的路。这条路要恢复的路是无遐尼简单，总是咱的主要甲咱伫地，互咱有机会，互咱无搁互主来审判，总是咱爱嘛无互世间的人来甲咱定罪。上帝要陪伴咱行这条恢复之路。咱要来看一个影片，回得去吗？会当搁转到我还未犯罪之前，我虽然互主赦免，我会当回转去吗？伫咱追求成功之前，咱会失去真济。
敢若无声哦。这是有声的。所以要退休，陆陆续续就开了4家房屋公司，开了1家土地开发公司，开了1家幼稚园，开了一个火锅店，一个急着真成想功的要发财。人，可是，在那个时候，我的价值观整个都偏了。从下午就开始应酬，一直到晚上，在应酬里面满足你那个内心空虚。公司对面刚好就是一个教会，哇！我知道我一去的时候，我觉得怎么在这个教会里面听到的诗歌呢，却好像可以填满你那个内心的那个空虚，滋润跟温暖你的心。其实创世纪还没看完，我就决定要受洗了。有一个团契啊，叫全福会，教会就是有弟兄邀请，其中有个弟兄呢，他就跟我讲说，我们的神呢，他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他必修剪，而且告诉你哦，会有点痛哦。我5月份受洗嘛，7月15号，我当天晚上开完会6点多，我太太就打电话给我，从电话中传的是颤抖哽咽的声音，说她收到一封信，信里面呢记载了你跟外遇的女生买的房子在哪里，电话号码几号，这个女生叫什么名字，开的公司在哪里，买的车子是什么样的车型，什么颜色。她说她坚持要离婚，叫我1个礼拜后要搬离这个家里面。隔天我就找了我一个弟兄，他就跟我讲说，神的心意是要让你回到家庭的，你要认罪悔改。我就心里有很深的感动，就神要我停止在外面所有的一切的不正当的关系，所以我就跟这个外遇的女生就讲说，那我们的关系就到这里，公司给你，房子给你，我就离开。那时候很巧是我太太刚好要到香港出差，我就跟她讲说啊，我因为重感冒，我也找不到住的地方，可不可以让我回去？她说可以，你回来看小孩。可是我一到桃园国际机场的时候，我会发简讯给你，请你立刻滚开我的家。那当然，如果可以回去，我就跟我的弟兄分享。我弟兄说你回去就不要出来了，就赖着。我说好。我们那时候就协议，如果他在客厅，我就不能在客厅出现；他在客厅，我就在房间。但是我非常感恩，我可以回到家里面。当我在家里面看圣经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你只要让我看到你在家里面看圣经，看1本呢，我就丢1本。”他是非常生气的，可是我也不晓得怎么样让他可以知道，祷告的力量真是大的。我们为他祷告，他有一个很好的同事也为他祷告，慢慢看到，这个现在不一样了，也不应酬了，一些坏习惯，抽烟喝酒也没有了。一直到他有一天，他只跟神讲说：“如果你是真的，你就让我知道你是真的。”所以他有一天做梦，梦到了一个大彩虹，梦到了一个小彩虹。他跟他的同事分享，他同事说：“你知道我们圣经里面呢，有以彩虹为记跟你立约。”他那时候心里就很感动，可是他都没有讲。一直到有一年福音布道会，他觉知神让我们的家庭又恢复了原本爱的关系在里面。成功就是相信神，成功就是有一位神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有一位主是可以引导我们前面的。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知道罪，透过圣经，让我们真知道我们偏离了神，我们就要痛悔，我们就要认罪。求神来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人就是狂妄，我们就是自以为是，但是还不知道。我们常常就是指着别人，咱定讲记别人是记家己呀。其实就是因为咱家己就是咱上高，咱干那顾家己。咱来读这句好不好？请，因为人要顾家己，贪财、夸口、骄傲、好妒、爸母无圣洁。是啊，咱人就是安尼。咱人甚至为着咱所介意的，礼啊雕刻偶像。你讲无，我拢无拜偶像，我拄偶像啊，敢安尼？咱敢有心内一直咧想啥物？我这项代志爱给我做好。我即摆若厝啦无变好清气，啥物人拢袂当我一点仔垃圾。有完美主义者，即摆若厝诶啥物人来的时阵，物件小可囥小可安尼歪尔，袂使啊！我甲你讲几百遍，你永远都是安尼，这就是嘛是一种贪心哦。完美主义，年轻人上会是安怎讲？因暗时拢无咧困。
他们都早1点、2点、3点、4点、5点睡觉，是安那？有真侪人会做报告，会做作业，伊安那就感觉讲做无够好，无够好，无够好。我一个同学，到今仔还袂做牧师，是安怎？伊就是伊迄个牧师资格的报告，伊永远就感觉无够好，伊就无够，无够。咱敢知？咱若做，阮有资格了5年，你若无项目，你就无资格啊！兄弟姊妹，敢会当囥下咱？咱感觉爱搁较济，即个标准囥在上帝面前，因为即句讲。贪心嘛是啥物？拜偶像，恳求上帝来光照咱。咱有偌济的所在，咱无合上帝旨意，咱顺咱家己的心意，咱放纵私欲，甚至伫即个经文，咱来读刚好来请。我安尼待我的百姓，因却袂记哩我，毋插我，继续这台语哦。互我想起来接待，歹势，转来搁安那悔改，搁一遍安那，搁做共款的，歹势，这无改着哈。是啊，咱定定做毋对代志，总是咱安那，咱敢若啥物？讲较歹势，咱敢若啥物动物啊？动物就是安那食安那，回头搁来食，咱就是袂记哩啊，咱总是安那，总是。反复一直在犯同样的错，咱转过身，咱就袂记哩，咱讲着，咱就袂记哩讲着，贪食无有益，是毋是？搁咱就是贪食，是无？是啊，咱人就是安尼，咱明明知影袂当做，总是咱安那，搁去做。明明就讲好，对当安那，剁手，其实。外教人真可怜，咱敢知？手甲剁起来安那，我后边无要跋，总是安那，后边过来。人就是安尼。恁讲这个无代啦，我也袂安尼，敢安尼？你气家己气甲要害气无？明明无好搁买衫，那衫搁一直买，永远都欠钱尔。搁有。我们的弟兄们，不要只有笑我们姐妹，明明车子还很好用，是吧？别人开那个车，看他袂歹，无搁换一台车，换表换啥物手机我相信毋是安尼尔，因为人真正真有带罪性，总是耶稣讲我无要定你的罪去，以后毋好搁犯啦。迄行公淫的女人，耶稣甲讲，我嘛无要定你的罪去啊，因为上帝有恩典，伊要拯救咱，互咱无搁犯罪，是吗？这是拢小块罪啊！到迄落真大甲人拢无法度迄落原谅的罪有一个人叫做刘北元，是一个名牌的律师，总是一表钟尔。伊本来是很名牌的律师，1秒钟失去理性，杀死他伊几个的外遇的对象，都只是一个尔，伊是几个1秒钟把那个外遇对象杀32刀，世上的人都没有办法原谅他，刘北元。我犯下杀人罪的时候，当下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不会有人原谅我了。我犯下这么大的错误，连我自己的家人都非常的愤怒，就觉得说全世界都讨厌你了。所以我自杀过。我第一次被提带到台中地检署去应讯的时候，坐囚车到地下室，地下室有一个楼梯，非常陡、非常窄的，只能一个人往上爬的直通到2楼侦讯室。我走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说，哇，是3层楼高。我爬到2楼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是个好地方。等于押解我的人，他没有办法拉住我。应讯完之后，
我站在楼梯口，其实我心里面跟我孩子说一声再见，我就往下跳了。站在我后面的押解我的那位法警，他看到我往下跳，他就扑过来抱着我。但是他没有拉住我，反而被我带下去了。所以我们2个人就从那2楼一直摔到地下1楼。最后的那个姿势是，我人在上，他被我压在下面。我们2个人其实全身都是血。我大概在医院住了1个礼拜，然后又被送回看守所。那看守所也不晓得怎么去处理这个想要自杀的重刑犯，他们就只能选择就是让教会志工来跟我对话。那也就在那时候，黄明正牧师也来了，他就告诉我一件事情，他说：“北元，你做的事情、犯的错太大了，大到这个世界没有人会原谅你了。”他说：“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上帝会原谅你，如果你愿意在主的面前认错、悔改。”他说：“上帝会用宝血洗净你的罪名，你会是一个新造的人，你可以重生，你的人生可以再来一次。”其实我当下听的时候，我马上就哭，眼泪就掉下来了。因为其实我们犯错的人都需要被原谅。回想一下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的经历，我们犯过错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希望父母亲原谅我们，希望我们的朋友原谅我们？你被原谅之后，你心里面才会觉得平安。所以其实我也渴求那一份原谅，但是我知道不可能。所以其实我是处在一个绝望的状态中，其实生命对我来讲已经没有意义了。可是牧师却告诉我这样的一个讯息，所以我被打动了，我就想要去向主耶稣支领那一份饶恕。当下我就跟牧师讲，我要受洗成为基督徒，我要在主的面前认错悔改，我要重生。在这边也不瞒大家讲，我曾经有信仰的撞墙期，在我入狱之后大概2-3年的时间，因为你会发现你的祷告都没有应验，你祷告后家人还是不平安，那母亲的身体还是不好，孩子依然不回信，孩子依然不来看你，然后监狱的生活依然是那么的艰困，我的处境完全没有改变。我曾经一度怀疑过说，主啊，那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祷告啊？我还要再信吗？可是我觉得说，我愿意相信。跳到一个境界，就是你去相信那看不见，下这样的决定的时候，其实我的人生真的完全改变，再也没有任何的困扰。我不再去求那个我未来能够如何，希望主能够给我什么东西。我开始只祷告1天，为我1天的平安祷告，求他赐给我1天所需要的勇气跟智慧。有人来请教我说：“北元，你怎么那么会关？为什么你可以每天都笑眯眯的这样？”我说：“因为我没有烦恼啊，我所有的事情，我认为我的信仰让我觉得我所有的事情都是上帝帮我安排好了，包括我出狱我会做些什么事情，虽然我现在不知道，但是我相信上帝早就安排好，等我去经历了。当你的生命你觉得你绝望的时候，我说麻烦你想起刘北元这3个字，他把他的生命搞得那么的一塌糊涂，都能被拯救回来，你就可以想起这样的一个拯救的经历，继续往前走，不要放弃自己的生命。谢谢。是，他现在已经假狱，已经出来大概快几年了。他出狱之后，他真是领受这个他是罪该万死的人，神给他恩典，让他重新开始。于是他就驶向神给他的这个旨意里，他去祝福人，他自己先被祝福，他带领很多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好不好？到神的面前，我们需要每一天，真的每一天，连大卫连大卫拢得罪上帝，上帝管教伊。兄弟姊妹，咱嘛会得罪上帝呢，是不是？安尼，咱就爱紧到上帝面前，恳求上帝来认罪。咱就知上帝的心意是啥物。咱楼骹有咧卖，毋是算卖册啦，就是咱有送册去大有国中，这本册叫做我伫你的目睭中的闪亮，我在你眼中的闪亮。伊访问的是叫做吕冠伟，伊是一路是人生胜利组哦，伊是对